今日呢條片真係非常緊急，亦都非常重要，麻煩大家入嚟之後，第一時間冚個讚，然後準備好將呢條片廣傳出去，特別係屋企有攞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或者係傷殘津貼嘅朋友。今日呢單消息直接影響你哋嘅荷包，係真正嘅錢銀切身利益。首先，我哋直接入正題，唔使兜圈子。政府按照既定嘅機制，參考咗嗰個我哋成日聽到嘅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嘅通脹同生活成本變動，最終得出嘅調整幅度係上調2.2%。呢個新金額嘅生效日期係追溯到2025年2月1號開始生效嘅。呢一點大家要記住，係2月1號。但係我都要先俾大家打支預防針。雖然話係2月1號生效，但你哋2月份去打保或者睇銀行戶口嘅時候，未必第一時間就睇到新金額。呢中間係有個補發嘅時間差嘅。呢個我稍後會詳細講。我哋先嚟睇睇最實際嘅加咗幾多錢。我哋先講最多朋友攞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我哋俗稱嘅長生津。大家應該都記得，而家長生津已經合併咗，唔再分咩普通額同高額，統一都叫做長者生活津貼。喺未加呢2.2%之前，原本每個月攞嘅錢係4195蚊。好啦，而家攞個計數機計一計，4195蚊乘以2.2%嘅升幅，大約係加咗92蚊左右。咁新嘅金額，由2025年2月1號開始，每個月就會變成4287蚊。我再重複一次，係4287蚊。雖然你可能覺得加90幾蚊連去酒樓飲2餐茶都唔夠，但小數怕長計，一年落嚟都多咗千幾蚊。對於幫補買餸錢、交水電費，始終都係一筆錢。特別係對於一啲比較慳家嘅朋友，呢90幾蚊可能就係幾日嘅買餸錢嚟㗎啦。跟住我哋睇睇俗稱生果金嘅高齡津貼。呢個津貼通常係俾嗰啲年滿70歲或以上，又唔打算申請長生津，或者資產超過咗長生津限額嘅朋友申請嘅。原本舊嘅金額係1656蚊，而家同樣跟隨大隊上調2.2%。我哋算一算，1656蚊乘以2.2%，大約加咗36蚊。新嘅金額2月1號開始就會變成1692蚊。雖然加幅睇落好似只有幾十蚊，好少，但大家要明白，生果金本身係唔需要資產審查嘅，純粹係敬老性質，所以基數細，自然加出嚟嘅絕對金額也會少一點。但有1692蚊，接近1700蚊一個月，對於一啲有啲積蓄嘅朋友嚟講，攞嚟做零用錢都係唔錯嘅。再嚟就係傷殘津貼方面，呢度分為普通傷殘津貼同高額傷殘津貼。我哋先講普通傷殘津貼，舊嘅價錢係2070蚊，經過2.2%嘅調整之後，新嘅金額會大約增加46蚊，變成2116蚊。至於高額傷殘津貼，舊價係4140蚊，上調之後，每個月會增加約91蚊，新嘅金額就係4231蚊。對於傷殘人士嚟講，呢筆錢係用嚟應付因為身體殘疾而產生嘅額外開支，所以每一蚊嘅增加都係非常必要嘅。仲有就係綜援，即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呢方面就比較複雜，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類別，例如係長者綜援、單親綜援，定係殘疾人士綜援，而且唔同家庭人數、唔同年齡，標準金額都唔一樣。但大原則係一樣嘅，所有嘅標準金額都會按2.2%呢個幅度去上調。舉個例，一個身體健全嘅單身長者，如果攞綜援，原本嘅標準金額大概係4000幾蚊，而家加咗2.2%，亦會相應增加90至100蚊左右。當然，綜援裏面仲有租金津貼、特別津貼等等，嗰啲有唔同嘅計算方法。但最核心嘅標準金係肯定會加嘅。講完呢啲基本金額嘅變化，我相信大家而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呢筆錢幾時到手？
點解我頭先話會有補發呢種情況呢？呢度大家真係要留心聽，因為每年都有好多朋友因為呢個問題去問社署，或者以為政府計錯咗錢。事情係咁嘅，雖然法例規定新嘅金額係由2025年2月1號起生效，但係政府內部嘅行政程序，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攞撥款批准，呢一切係需要時間嘅。通常呢個消息公布嘅時候，已經係1月或者2月，等到立法會正式通過撥款，往往已經係2月底甚至3月嘅事啦。所以喺2月份，當社署過數俾你嘅時候，佢哋嘅電腦系統可能仲未嚟得切更新嗰個新嘅金額，或者仲未攞到正式嘅撥款授權去發新錢。因此，你喺2月份收到嘅嗰筆津貼，好大機會仍然係舊嘅金額。例如你攞長生津，2月份你睇戶口，可能仲係見到4195蚊，而唔係4287蚊。呢個時候大家千祈唔好驚慌，唔好以為自己唔符合資格或者政府取消咗加幅。政府嘅做法通常係點樣嘅呢？佢哋會喺隨後嘅月份，通常係3月或者4月，做一次性嘅補發，即係話，假設佢哋喺3月底先調整好系統，咁你喺3月份收到嘅錢，就會包含3月份本身嘅新金額，再加上2月份少發俾你嘅嗰個差額。以長生津為例，如果你2月收少咗92蚊，3月份你收到嘅錢，就會係新嘅4287蚊，再加上補發返嚟嘅92蚊，總數就會比平時多。所以大家到時候睇到戶口突然多咗一點錢，唔好覺得奇怪，嗰個係政府補返2月份嘅差價俾你。呢個遲些少後補發放嘅機制係行之有效嘅，每年都係咁樣操作，大家只要耐心等待，嗰筆錢係一定唔會少嘅，佢係法定嘅權益。好啦，搞清楚咗加幅同補發，而家我要講一個更深層次，亦係更多精明嘅朋友喺度計緊嘅問題，嗰個就係關於財政預算案嘅派糖預測。我哋都知道，每年2月底，財政司司長都會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過去咁多年，政府喺財政許可嘅情況下，都好鍾意向領取社會福利金嘅人士發放雙糧，或者呢幾年比較常聽到嘅半糧。所謂半糧，就係額外發放相當於半個月標準金額嘅津貼。咁樣，呢個2.2%嘅升幅，同呢個半糧有咩關係呢？關係可大咯。因為如果預算案真係宣布派半糧，嗰個半個月嘅金額，究竟係用舊嘅金額計，定係用新嘅金額計呢？呢樣嘢可係直接影響你可以攞到幾多錢㗎。呢度我要話俾大家知一個好消息，根據過往嘅慣例同邏輯，如果財政預算案宣布派發額外津貼，而呢個發放時間通常係喺年中嘅時候，嗰陣時新嘅津貼金額已經正式生效咗啦。所以計算嗰個半糧或者雙糧嘅時候，係用新金額嚟計算嘅。我哋嚟模擬算一下呢筆數。假設，我係話假設，今年財爺喺預算案裏面話，好，體恤大家生活艱難，我哋今年再出半個月糧。對於攞長者生活津貼嘅朋友嚟講，呢半個月糧係幾多錢呢？係用舊嘅4195蚊除以2嗎？唔係。係用新嘅4287蚊嚟除以2，4287蚊除以2，大約係2143蚊5毫。也就是說，如果真係有半糧，因為今次社會保障金額上調咗2.2%，你攞到嘅呢筆半糧獎金，亦會自動水漲船高，跟住一齊多咗2.2%。呢個就係所謂嘅息息相關。如果冇呢個上調，你嘅半糧就會少幾十蚊，所以大家唔好睇輕呢2.2%，佢就好似個基數咁，基數大咗，後面所有掛鈎嘅福利都會跟住變大。既然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再大膽一點預測，如果真係出雙糧，即係額外一個月津貼，咁長生津嘅朋友就會額外多攞4287蚊，加上原本每個月嘅津貼。嗰個月你嘅戶口隨時會有8000幾蚊入數，這對於我哋要更換屋企嘅電器，或者過年過節俾孫仔封利是，都係一筆好好嘅預算。
當然，這一切都要睇財爺最後點樣決定。但既然通脹都喺度升，福利金都加咗，外界普遍對於政府繼續有一啲紓困措施係有期望嘅。即便庫房緊張，可能未必有雙糧，但半糧嘅機會都係存在嘅。呢樣亦都能夠幫大家預先估計一下到時大概可以收到幾多錢。除咗錢多咗，仲有一個好關鍵嘅點，好多人忽略咗，嗰個就係資產限額嘅調整。大家知道，長者生活津貼係有資產審查嘅。既然通脹升咗，生活指數高咗，呢個資產限額通常亦會跟住嗰個2.2%嘅幅度，或者類似嘅機制去向上調整。呢一點非常重要。點解呢？因為有啲邊緣個案，可能之前剛好資產超咗一點點，申請唔到長生津，或者只能攞普通生果金。假設而家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大約係40幾萬，如果呢個限額都跟住上調2.2%，可能就會多咗幾千蚊甚至1萬蚊嘅空間。呢1萬幾千蚊嘅寬限，隨時就係決定你可唔可以攞到每個月4287蚊嘅關鍵。如果你嘅資產之前剛好踩界，比如說你有41萬資產，舊嘅限額可能係40萬，咁你就唔合資格。但如果新嘅限額調升到415000蚊，咁你呢41萬資產就變成合資格啦。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特別係嗰啲之前申請過，但因為資產超額被拒絕，而超出嘅數額又唔係好多嘅朋友，喺2月1號新機制生效，公布咗新嘅資產限額之後，一定要重新去社署問一問，或者重新計一計自己條數，唔好以為上次唔得，呢世都唔得。隨着通脹調整，嗰條合格線係會往上移嘅，你原地踏步，線往上移，你就可能突然變成合資格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復活機會，千祈唔好浪費。另外，講到資產，我都想順便提醒一下大家關於銀行戶口嘅問題。而家好多朋友都知道要申報資產，但有時候會忽略咗一啲細節，例如頭先講嘅補發款項，或者之後可能派嘅半糧，呢啲錢入到你戶口，算唔算資產呢？根據社署嘅指引，呢啲當月發放嘅津貼，通常係唔會即時算作你嘅資產嘅。但如果你一直存住唔用，累積落嚟，過咗呢段時間，就會變成你嘅積蓄，咁就可能算入資產啦。不過，大家亦都唔使太擔心，因為既然資產限額都上調咗，大家存錢嘅空間亦稍微大咗一點。最重要嘅係，要保持誠實申報，有咩唔清楚嘅，直接問社署職員，避免無心之失。我哋再回頭講講呢個2.2%嘅升幅係咪足夠？坦白講，而家去街市買餸，一斤菜心都要10幾20蚊，去茶餐廳食個午餐，隨隨便便都要50、60蚊。2.2%嘅升幅，對於長生津嚟講係90幾蚊，可能真係只夠買幾斤豬肉。但係喺而家經濟環境不明朗，政府庫房又有赤字嘅情況下，能夠堅持按機制上調，而唔係凍結，我覺得都算係一個穩健嘅做法。至少佢保障咗我哋嘅購買力唔會因為通脹而被完全蠶食。當然，我哋作為市民，肯定希望加得越多越好，但呢個機制就係跟數據走嘅，數據話通脹係幾多，佢就加幾多，這亦都係為咗公平起見。而且我哋要睇長遠一點，呢2.2%係一個複利嘅概念。今年嘅基數大咗，出年再調整嘅時候，就係基於呢個新嘅4287蚊去計算。如果出年通脹又升，再加3%，嗰個係喺4287蚊嘅基礎上加，而唔係喺舊嘅4195蚊上加。呢種滾雪球效應，幾年落嚟，差距就會好明顯。回想一下，10年前生果金才幾多錢？而家長生津都已經過4000啦。所以每一次嘅調整，哪怕幅度唔大，都係喺度為未來嘅基數打底。呢一點大家要有個概念。呢度我仲要特別提到傷殘津貼嘅朋友，對於傷殘人士，交通同醫療嘅開支往往比普通人更大。
雖然傷殘津貼同長生津一樣都係加2.2%，但如果你係領取高額傷殘津貼，每月加91蚊，呢筆錢或許可以用嚟補貼一啲復康用品嘅加價。我知道好多復康用品，好似尿片、特別嘅營養奶粉，呢幾年嘅加價幅度其實係遠遠超過2.2%嘅。呢個亦係點解好多團體一直在爭取要檢討嗰個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嘅權重，因為對於長者同傷殘人士嚟講，佢哋消費嘅一籃子貨品跟普通後生仔係唔一樣嘅。佢哋喺醫療、食品上嘅支出佔比更大，而呢啲項目嘅通脹往往更高。雖然今次我哋改變唔到呢個2.2%嘅定局，但如果你覺得生活真係好困難，呢筆錢唔夠用，其實仲可以留意一下政府有冇其他嘅一次性紓困措施，例如關愛基金嘅項目或者電費補貼等等，呢啲都係可以搭加使用嘅資源。講到呢度，我想幫大家總結一下接落嚟呢幾個月嘅行動指南，大家可以攞筆記低，或者喺腦入面過一遍。第一步，2月份，大家照常生活，留意銀行戶口。如果你睇到入數嘅金額仲係舊數，例如長生津仲係4195蚊，千祈唔好嬲，亦都唔使急住打電話去鬧社署，呢個係正常嘅行政時差，心裏面要有數。政府欠你92蚊，呢筆錢走唔甩嘅。第二步，2月底，密切留意財政司司長嘅財政預算案公布，當天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出片同大家分析。大家要聽2個重點：第一，有冇派雙糧或者半糧；第二，有冇其他針對長者嘅醫療券加碼或者係電費補貼。如果有半糧，你就要記得嗰個係用新金額算嘅，你可以預期大概6月份會收到呢筆額外嘅2100幾蚊。第三步，3月或者4月，呢個時候你要仔細查數啦。呢個月你收到嘅津貼應該要包含2部分，一部分係當月嘅新金額，另一部分係補發2月份嘅差額。如果到4月底你都仲未見到呢筆補發嘅錢，或者金額依然維持喺舊水平，嗰陣時你就真係要行動啦，要立刻聯絡社署了解情況，睇睇係咪系統出咗錯，或者係你嘅個案有咩特別情況需要複核。第四步，重新審視資產。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或者你自己之前因為資產超標一點點而攞唔到津貼，趁住呢次調整，新嘅資產限額出爐，嗱聲去重新評估一下。別小看呢一點點限額嘅提升，佢可能就係你可唔可以每月多攞4000幾蚊嘅分水嶺。其實做呢個頻道嘅初衷就係希望將呢啲冷冰冰嘅政策文件、數字轉化成大家聽得明、用得着嘅資訊。政府嘅通告寫得再詳細，有時候都唔如我哋咁樣面對面，用廣東話，用最地道嘅表達方式傾一傾嚟得清楚。我知道睇我影片嘅好多都係朋友，或者係要照顧年邁父母嘅仔女，大家生活都唔容易。喺香港呢個生活成本咁高嘅地方，每一分每一毫嘅福利都係應得嘅權利，我哋必須要攞足，唔能夠因為唔清楚規則而蝕底。仲有一個小細節想提提大家，關於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如果你係居住喺廣東或者福建嘅朋友，你哋領取嘅津貼同樣係適用於呢次2.2%嘅升幅嘅，規則係一模一樣嘅，同樣有補發，同樣有機會攞預算案嘅半糧。唔好以為住喺內地就被遺忘咗，呢個調整係全港統一嘅。不過匯率方面大家就要自己留意啦，畢竟津貼係發港幣，如果你喺內地生活要換成人民幣，嗰個實際好唔好用，仲得睇匯率嘅走勢，但嗰個係另一個話題啦。至少港幣金額上，你係實打實咁加咗2.2%。最後，我想講講心態，雖說通脹猛於虎，呢2.2%未必能完全抵消街市嘅加價，但有加總比無加好，有調整總比凍結強。政府呢個恆常嘅機制，起碼保證咗福利金唔會係一潭死水。我哋作為市民，清楚掌握呢啲資訊，就能夠更好地規劃自己嘅生活預算。
比如知道咗下個月會補發錢，咁呢個月買啲貴少少嘅補品都唔會太心痛。知道咗預算案可能有半糧，咁年終想去一趟短途旅行或者同孫仔去主題公園，心裏面也就有個底氣。呢條片講咗咁多，其實核心就係希望大家唔好蒙查查，錢係你嘅，權益係你嘅，你要清楚佢係點樣算就嚟嘅，幾時到手。如果你覺得頭先嗰啲數字算起嚟好頭痛，唔緊要，你可以將呢條片下載落嚟，或者重複睇多幾次，甚至直接分享俾你嘅仔女，叫佢哋幫你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親子話題嘛，讓仔女關心一下父母嘅福利，幫父母查查戶口，呢個亦都係一種孝順嘅表現。我會繼續緊貼事態發展，特別係2月底嘅財政預算案，一旦有任何關於派糖、消費券或者係額外津貼嘅消息，我會立刻拍片通知大家。所以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記得而家即刻冚訂閱，仲要冚埋側邊嗰個小鈴，揀全部通知，這樣我就能第一時間將呢啲關於錢銀嘅重要消息送到你手上。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到呢度，我哋先傾到呢度，下一條片我哋再見。